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进前热清帝有讲过，咱台湾的总统会当入去北京，这风声美国有来关心。外交部出面八回强调，台美关系是正密切。伫新北市邦桥新埔捷运站附近社区，有冷气对17楼关落落来，结着查某大学生，伊是伫下骹等公车，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国防部接到官兵的检举，讲有一个拍轰雷教练罗记现实研究协议，使官兵发展组织，趁机会被打探军情。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也就是副总统赖清德，进前有讲过，咱的总统通入去北京的讲法，却引起议论，甚至有风声讲美国有来关心。不过，即马外交部是出面八回强调，咱甲美国的关系是正密切。赖清德是搁再强调，死会坚持要维持现状决心。即马也传出讲，即国民党希望郭台铭出来选，分散掉郭文哲的选票。还有意是表示讲，这拢是无影无迹的代志。在面对区域霸权的崛起，我也会沿用继续推动蔡英文总统的4大坚持，来捍卫我们的民主宪政体制，维持现状。伫造势场是中心维持现状，用中华民国台湾来团结社会。副总统赖清德要争取2024，正就是淡出台湾总统会当加入北京的讲法引起讨论。金融时报佮报道讲，美国官员要求澄清，表示对赖清德两华关系的疑虑，但外交部长吴钊燮否认。美国的资深官员已经否认了，他们跟赖副总统团队有任何的关切。那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年之间，我们跟美方之间的合作或者是沟通是相当的密切。对手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大骂赖清德哪会讲加入北京，敢若是台湾总统上重要的任务。台湾是要面向全世界，这种态度唔对。我们不是来选美国的州长，我们也不是来选中国的省长，我们是来选台湾的总统。所以也不用去说这什么这场选举是什么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不对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伫面册发文批评赖清德，安尼空嘴报纸是真危险。伊讲下个月会甲大家报告伊的经过政策，敢若对参选阁有空间。嘛传出国民党要互郭台铭参选去分郭文哲的票，相关侯友宜的选情。这是无稽之谈，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们大家要团结在一起，坚定自己的步伐。要有信心，让下架无能、贪腐的民进党。侯友宜的民调是继续降，礼拜国民党全大会，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会参加。侯友宜讲真欢喜会当做伙来作战，即马也希望积极来整合大国的分裂，营造团结的气势。记者综合报道。索马里兰驻台代表处的这个代表长呢，这个穆姆德吉洪指控讲，伊食台湾人狗放任伊的员工甲台湾人欺负性骚扰，而且佫找理由甲台湾员工洗头路。这受害者就徛出来呼吁讲，唔通为着要告外交，却放任因安尼欺负台湾人。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讲，支持受害者出来提出法律诉讼。不过索马里兰驻台代表处就强调，一寡案件拢告不成，颠倒是这位小姐一直违反合约，才甲洗头路的。我持续的拒绝，后来他直接张开双臂把我抱进怀里，并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会想你的。”当下觉得非常恶心。受到踮索马里兰驻台代表处上班的时阵受到的不当对待，A小姐话讲甲皮皮出来，因为唔有职员性骚扰，个驻台代表无稳定，恶意欺压不当解雇。A小姐报警，说无妥当的处理，方认为咱唔是祝福尔，强制罪无起诉，恶意解雇，代表处阁唔付资遣费。现在是21世纪，难道外交礼仪比人权更重要吗？外交豁免的借口不能够成为伤害国人劳动权益的保荐。台北市议员张书讲，索马里兰代表处派出不断，求职网站有负评，涉嫌性骚扰的姓某的职员，替学生签证来台，说担任经贸组组长。外交部讲，唔捌认定这个雇员有外交官的身份，伫第一时间有向代表处表达严正的立场，说明法规，嘛正是小朋友伊咧读的大学，要严格注意监督，国家警示。去年受到
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后，我们也对当事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和关心。我们也全力支持他提出法律的这个诉讼，来确保当事人的这个权益苏马里兰驻台代表处讲，关于陈进宁所讲的案件部分，包括性骚扰甲不当解雇的案件，拢已经到法院判决，拢总无起诉。国讲当事人迄阵几若摆违反合约，而且大概警告拢唔听，才会甲解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地有业者以补习班的名义违法经营幼稚园，甚至有家长即马出来指控讲，这补习班老师涉嫌对3岁囡仔性暴力。新竹市政府表示讲，对8月开始已经限这间补习班袂当来招这个幼稚园的囡仔咯，也依法罚10万块。针对着性暴力的部分，这专案小组已经完成初步的资料调查，而且有进入法律程序啊。妈妈很自责，没有好好保护你，但是我努力的争取跟站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忙了。讲到伤心的所在，被害的囡仔家长是无法度控制情绪，逼出新竹市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用另外设补习班的方式，违法的经营囡仔照顾的业务，而且疑似涉嫌对囡仔性暴力。囡仔的讲法是，只要反抗，规身躯拢会红拍。一直到这个老师洗头路，伊才敢讲出来。很久之后，某一天，他要脱口而出：“妈妈，他对我做那件事情。”我们才惊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直接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当下。被害囡仔家长控诉讲，自头到尾，因拢准是讲囡仔读的是幼稚园，所有业者用2面的手法来骗。后壁才发现讲，被告根本就无教保员，也是幼稚园教师的资格，只是工读生尔。针对疑似涉嫌对囡仔性暴力，教育处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强调绝对袂放过这件代志，已经完成初步资料的调查，入去司法程序，新竹地检署的指挥侦办。市府在日前已经公告，从8月1号起停止该补习班学前部分的处分，而市府在日前也多次主动派员稽查，稽查后因为证据明确，因此依法再裁罚10万元，同时协助儿童安置至其他合法的幼儿园。政府应该赶快去紧急的去彻查，是不是有这种名称很近、位置又很近的列为高风险的关怀。全告中指出讲，台湾是一直传出违法经营幼稚园的案例，业者会用 A 名称替补习班立案，再用同款的名替幼稚园来立案，而且地址不是同一个所在，就是隔壁，互家长摸袂清楚。立委是呼吁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对地基补习班的稽查力量含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真恐怖的新闻，在新北市邦桥新埔捷运站附近的社区大楼，这17楼的徛家今仔日是请师傅来安冷气，想袂到这师傅无细力，说互这30公斤重的冷气对17楼悬落落来，就去喊到一个当咧等公车的查某大学生。这个查某大学生送病医了后，由院救无回来，专案依照过失致死罪来上班。涂骹拢是碎片，因为遮挖近邦桥新埔站的社区，17楼住户请水电师傅来装窗型冷气，也毋过30公斤重的冷气机竟然位悬的所在落落来。迄当时一对姐妹仔当咧等公车，冷气机拄好讲着妹妹，警消协部将人送医急救。我听到嘣一声，然后我就跑出来就看到有一台冷气在地上，然后那个女生躺在地上，然后她的家属在旁边。监视器看到救护车，我又赶快冲过来。第一个先把现场拍照，然后传给我们总干事，报备总干事来处理。查某囡仔救救了后宣告死亡，警方随管制现场调查。因为查某囡仔是正大学生，学校也派员慰问家属。那警方调查，812年厝的师傅施工疑似无细力造成，专案以过失致死罪救办。经送往亚东医院抢救后宣告不治，施工人员李南训后依过失致死，移送新北检侦办。司法警察这边会初步调查相关的证据，并报请本署检察官相验，并且会指示做相关的搜证，逐步再来厘清。这件命案引起监视楼骹应该进行安全管制讨论。警方私下问其他安全厂商，厂商表示并无强制规定，也毋过自请师傅建议上好有人伫楼骹管制较好，也强调装窗型冷气机身会当把锁啊加强固定，冷气骹槽也爱拍碰到螺丝固定，也爱加拍壁好，加强承载，避免发生落落去意外。落空的是落点，落点你来看，伊壁是窗仔的，扶
啊，较好的生理就是螺丝就爱加锁较深的，拉较深的，壁好爱拉较深的。案发了后，新北市罗岗局下令时间单位停工，各调查作业过程监视符合安全规范，若违法，相关会当罚3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某一间渔业公司遭远洋的渔船18伫咧掠鱼的时阵，甲因配合找渔船的直升机，可能是 GPS 出问题，却走去别只外国渔船，却因为这直升机无油爱随后落来，这技术硬要停伫咧对方的船面顶头，却无考虑到这叶仔去摔掉渔船的机啊，直升机却规只就载离海里，加在咧无人机顶头2个人拢平安无代志。直升机伫渔船下架绑死，想要停靠，因过这根本都毋是停机坪。直升机的普罗皮拉拍到渔船金属支架，一个啊并落海，机身一直呛烟，互看到的船员行到北海。代志发生伫18对海直升机是高雄有名渔业公司的远洋威王渔船，为着了暗层围头来走找渔群。他自己的那个 GPS 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挥错方向，然后等发现这个船不是我们的船的时候，它的油料怕不够，那不够就是要请那个对方的船帮我们能不能加油。业者表示，直升机加油通常会停伫渔船停机坪，不过这只船停机坪已经停家伫直升机，这个时阵应该逼港边海海面。不过技术唔知安怎，这支停伫渔船作业用的下架帮才发生事故。这一类的渔船，我们统称它为大型的尖尾围网渔船，主要是利用围网的方式呢，在中西太平洋捕捞尖尾这样的一个鱼群。那所以它在船上配有这种直升机来做探鱼的这样的工作。威望渔船掠鱼，多数会向国外做疏鱼直升机，只是想要到业者刷去拄到无遵守 SOP 的技术。好在直升机有配了装置，无沉落去机顶，2个人也平安获救。渔业公司表示，对方渔船并无受损，那毁损的直升机会由业者家己甲保险公司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侨民董事长苏姿丰，今下晡去到阳明交大领名有博士的学位，以后含老师学生参加座谈。苏姿丰强调讲，要爱下冷血，也鼓励学生爱接触更较侪无同款的面向，找到热情甲兴趣，而且也爱一直学习。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双手提着证书。颁予侨民董事苏姿丰名誉博士学位。Congratulations to Dr. Su！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阳明交通大学。用中文向大家请安。苏姿丰分享当年接触半导体时，真侪人唔知这是什么，因为相信半导体会当改变世界。所以，伊阁向众人讲 AI 会定义未来10年，甚至更较侪年后的世界趋势。Generative AI has really reshaped how we think about this. Where we see that every product, every service, every business in the world will be impacted by AI. Now, AI also requires that all of the disciplines come together, including hardware, software, 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even business models. 从事半导体产业将近30年，苏姿丰回溯访台，有真侪学生来观礼共听分享。台湾半导体的一些方向，或是之后可能先进的制程的一些方向，这样子。那阳明交大在 AI 这方面的话，也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对，那也希望看看 Lisa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资源，甚至给我们一些年轻的学生一些建议，这样。和学生对谈的时阵，苏姿丰勉励大家爱拍拼使用科技，嘛爱加了解多元的面向。To really try to have a broad view of the technology field, because, what we always learn is that it's not today's problem that you're trying to solve. Actually, you're trying to solve tomorrow's problem. And so the more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you have will prepare you very well for the future. 访问着工程师要安怎发展商业思考，苏姿丰讲爱哪做哪学，爱挑战解决困难的代志，嘛会当互家己未来变较好。伫结束阳明交大行程了后，伊伫20早暗时特别来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今仔日举行第2季的发说会，台积电表示讲，因为整体经济情势无起来，客户对库存的管控更较严，再加2023年全年营收搁再调降，按算要降10%。另外，针对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起第1期晶圆厂，台积电也讲有碰到真侪挑战，这大量生产的时间也延到2025年。
中原大港龙头台积电20举行第2回发说会，股价小盘做收。虽然最近 AI 人工智慧需求增长，也毋过台积电表示，受总体经济情势继续行软，中国需求复苏比有期慢，加客户搁较谨慎管控库存，所以搁一摆下修2023年规年的营收。Even we have a very good AI's processors demand, is still not enough to offset all those kind of macro impact. So now we expect that the whole year will become minus 10%. 台积电预测，无晶圆厂半导体库存要到第4季结束时，才会来到更较健康、更较低的水准。就算2023年更较有挑战性，那以美金来计算，未来几年有望有机维持15%至20%的年复合成长率。那伫海外市场进度，台积电坦白讲，伫美国亚利桑那州当地建造的第1期晶圆厂遭具挑战，原定2024年底量产，会延到2025年。We are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 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grade facility. 台积电也说明，日本的晶圆厂是按照进度伫2024年尾进入量产。那欧洲的部分会加速评估德国建地车用特殊制程的产能，有关爱伫客户需求甲政府支持的状况来决定。台积电20日到吊柜线顶发展说明会，说明全球布局，也公布第2季营运结果，毛利率54.1%，比第1季跌2.2%，也毋过表现犹原比有期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连续2暗，拢攻击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奥德萨，一寡准备要出口的5国有6万吨总去互毁掉。罗西亚也已经承认讲，这届空袭是一种报复的行为，是要报复因17伫咧克里米亚大桥受到攻击。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第3大城奥德萨爆炸声不断，各笼罩烟雾，引起真侪所在大火。俄罗斯伫17宣布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了后，连续2暗用飞弹加无人机发动攻击，击着奥德萨的车窗啊，摧毁准备出口的6万吨车啊。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несли групповой удар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морского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оплив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кладам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Одесса. 俄国国防部承认，这届空袭是报复性攻击，目的就是要回应17克里米亚大桥搁再受到攻击的事件。乌克兰官员是讲，至少甲8台俄军无人机拍落来，奥德萨当地至少12个人受伤，包括一个9岁的查甫囡仔挂着伤。I think it ought to be quite clear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at Russia is using food as a weapon of war, not just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but agains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ho depend on grain from the region. Тут у нас клавиши стояли, там гитаристы, там барабаны. 当地时间19透早，乌克兰赫尔松嘛遭受空袭，击到当地一间教堂。自从战争发生到今，这间教堂为当地灾民提供食物、水甲衫，佮带因做伙画图，提供音乐指导，共同度过战争的艰苦。居民甲义工嘛赶紧抢救设备。另外，作风一向神秘的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19日一刻罕见的呼吁俄国人替英国做情报工作，来结束这个战争。I invite them to do what others have already done this past 18 months and join hands with us. Our door is always open. 另外，摩尔嘛认为人工智慧是潜在资产甲重大威胁。伊表示，英国情报人员已经伫利用人工智慧，走界向俄罗斯供应武器，而且伊的团队嘛当伫甲中国相关的情报单位伫对抗因用人工智慧的科技无道德得到情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瑞典伫6月28有人烧古兰经，引起真侪伊斯兰国家的抗议。瑞典警方搁在温顺7月20烧古兰经的活动，搁再引起伊拉克不满。就一位什叶派经师萨德出来号召，就上千名民众伫咧巴格达街头抗议，甚至有一寡人走去瑞典的大使馆办会。
巴格达的水电大使馆来外就签名抗议平常有的花口号，抗议水电政府温准烧古兰经的行为，有的放火烧杂物，场面显得真混乱。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大使馆人员无任何伤亡。伊拉克政府也伫事发了后派遣安全部队进驻，消防队也赶去现场拍火。上新的这一波冲突起点是瑞典时间6月2日首都斯德哥尔摩一间清真寺的赌场。家己讲是伊拉克南面的查甫人，听到古兰经了后点回烧，讲是要抗议通刑期组织瑞典加盟北约组织。查甫人也要求瑞典政府禁止古兰经过长工。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也强调，烧古兰经就算会激穆斯林受气，也应该互看作言论自由。And actions taken that are offensive and objectionable are not necessarily illegal in a sovereign legal system. This is part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have to make progress on finalizing the accession of Sweden into the alliance. 伫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抗议声中，烧古兰经的查甫人后来也是互检警精神。对此，瑞典各有民众抗议伊斯兰国家的反弹。未到瑞典的伊拉克大使馆头前烧古兰经甲伊拉克国旗申请案已经得到警方批准。这个引起伊拉克民间的不满。48岁，自美军杀到海山政权了后，就伫伊拉克请起来的事业派警司萨德，靠着发出言动的影响力，号召支持者行就街路，最后演变做冲入大使馆放火事件。公司新闻徐家进编译。来看美国的防风城连续19天，这温度拢超过43度，是这49年来上届热纪录。但因为这天气伤过热，一直有人热死案件。另外讲到希腊，也是有几落10件这个森林火灾。另外伫因的首都雅典附近，也有几落10栋厝着火烧，包含着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法国，拢赶紧派消防队来斗拍火。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火砰砰多，乌烟呛上天。全国数十起森林野火，比较较严重的拢集中伫雅典附近。雅典东南边的库瓦拉斯有几落10栋厝拢已经烧甲变火咯，2条国道嘛关起来。民众紧的撤离，一直咧话讲，透死人都毋捌看过遮尔大的火。In 20 minutes, this fire went up the mountain and came down again. In 20 minutes. It'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seen such a thing. 包含罗马尼亚、意大利也有法国，拢出动消防队来救援。大风咧吹火愈大，滨海的小镇路特奇嘛紧命来撤离当地的当地参加夏令营的青儿的儿童。雅典以北差不多30公里，到甲圣地德尔文诺霍利亚的附近，嘛有超过2800公顷的土地拢烧甲变火烧煲。南欧这场的热浪，互讲做是地狱火狗，伊的意思是讲对地狱内会喷火的恶魔狗。各地气温拢创下历史的新悬。意大利有27个城市，有23个就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报。就连法国南边的阿尔卑斯山的初世圣地，嘛出现破纪录的29度半的高温。气候变迁致使全球有3大洲。当咧拄撞到傲翕的高温，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防风城连续19天破纪录，是43度的高温，破49年来的纪录。当地马里科帕镇卫生部门嘛显示讲，伫咧7月头一礼拜，就有12个人去热死，还佫有55个人死亡，亲像是拢甲高温有牵连。They drink a lot of water, and then we're inside during the day.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re out walking and going to the park. So I guess we have to be vampires in this kind of weather. 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这天气热，甲这行要安怎办呢？在德州呢，就有一间健身房，因就想出一步，就是这个桶仔内面漏冰水下冰角，民众浸落到地就会透心凉。另外，伫美国甲墨西哥的边界有真侪中南美洲的移民，说因为这人有萝卜厝，免讲要找冷气啊，敢若会当找所在避日头尔。天气烧热挡袂牢，真想要秘入冰箱内底。德州这间健身房，互你实现这个愿望。业者伫那一缸的冰桶内，朋友啊放甲甜甜，摕入去随时心凉鼻透开。When you first get in it, there is that initial shock, but then there is just a calm that overcomes your entire body. And once you get out, which I did 3 minutes, it's just invigorating. 德州最近连续抢冠军，真侪人秘伫室内无想要出门，
店家徛加冷气用电量创下高峰。为着鼓励民众加运动，这间健身房想着销量的好步数平抑，互热人上水耍水加添更较侪趣味。来看美美边界，逗留伫墨西哥城市新拉雷多的中南美洲移民，互炎天赤日拍甲头昏昏脑顿顿，伊毋敢小想要找冷气，敢若希望有一片布片头早日就好。Tenemos que estar constantemente comprando hielo. Claro, sí traen cierta cantidad de hielo, de agua, pero por la cantidad de personas se acaba bastante temprano, bastante rápido. Mi hija tiene incluso los labios agrietados totalmente, a pesar de que le doy suero, su bálsamo, y así vuelto está bastante afectada, sinceramente. 移民还讲提供予因的资源一天比一天少，未来因要去美国的梦想会愈来愈有实现。因为纽约市拜三发表声明讲，当地收容空间有限，未来限制要求庇护成年人干会当住60天。纽约市政府派人去边界分传单，呼吁移民若是要来美国，请选择其他城市，唔通来纽约。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国防部有接到官兵的检举，讲有一名教人拍风雷的教练罗继贤，涉嫌对去年4月开始呢，透过退役的士官兵来接触到现役的士官兵，由这寡人来发展组织，趁机会打探军情。昨发动搜索，把这7名被告拢带回来问话，包含罗继贤，也有退役军人顶过的人，拢互羁押禁见。台前顶机卡顶现高难度消息，Q0教练罗继贤真有名气，捌得到外交部邀请出国表演，即摆煞互警方定调的。双手上铐用外套抓到，下方躯体到案，因为伊涉及强谍案，2早做到羁押禁见。怎么会涉及国安法？同款是教练的郭碧婷是价钱郭书瑶的小弟，也向约谈，幸好得到20万高保。郭书瑶透过经纪人表示，小弟因为找工课互罗继贤引带，无断价值纷争，全力配合调查，也毋过实际打电话互郭碧婷。转接语音信箱。Q0教练双双合力丰富，因为警方发现罗继贤疑似去中国比赛时，涉赛对方的官员，为去年4月开始，涉嫌透过退役士官兵接触国有化现役士官兵发展组织，甚至也趁机会刺探军情。对他的认识应该是比较初期的，他创立这个公司，就是我觉得初衷是很好的。初期认识他的人应该完全猜不到，也不太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早伫几啊年前，罗继贤就捌投用中华民国Q0联名名义，白出讲出国办比赛，招出拨款骗钱，互判刑定案了后无报道执行，互通缉。今嘛佫加入强谍案，甚至想要吸收现役军人。专案会见跟国防部讲接到官兵计划，是国防部接获官兵检举以后，采取了损害管控作为，并且通报国安单位共同侦办。检调19这波行动，搜索达到6个军事机构，带回7个人新闻。除了罗继贤，也有4位退役军人，也互羁押禁见。专按照违反国安法侦办，也毋过国内最近一再爆出强谍疑云。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海军退役少将夏虎雄疑似互中国统战组织吸收，今年3月被起诉。旅行社负责人邵伟强涉嫌替中共发展组织1审判15年。即摆头一波搜索被国无看到现役军人，也毋过警方也无排除会发动后续侦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伫北部，着警察甲这大办业者斗空，开假罚单，甲轿车对吊扣变做是吊销，互业者会当重新去领车牌。即摆高雄市警察局也出现类似的情形，目前有3个分局去封抄，这4名警察也互检调带回去问话啊。监理所内面真侪人，有的民众是家己临柜去办业务，嘛有民众是开钱请代办业者去办。但是高雄市警察局疑似有员警涉嫌和代办业者斗空，开假罚单，或者对吊扣变作吊销，再个领牌登上路。3名1分局、2分局、含金武分局都互敲催。已有涉嫌包庇特定业者，借由警员不实举发其驾驶汽车未悬挂车牌，或于吊扣期间行驶而吊销其汽车牌照。再由该等不法业者至监理单位重新验车后请领新牌照，
艺术系的警察涉案封带转来，检方讲专案搁要等调查厘清，但是警察改革协会嘛烦恼讲，若是有警察是伫个唔知影后壁有这么大的利益，还是根本啥物拢唔知，是为着绩效处地违规开单，作风以贪污罪嫌上班恐惊是真无辜，且检调查真相嘛，建议警政署较紧补破坑。教育员警说，有人在利用你们开单的行为牟利，比较明显的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不能乱开。开单的绩效要把它拿掉，积分高得非常高，难保员警不会铤而走险，说为了绩效去干这个事情。高雄市警察局讲，这个案是局内的盗窃式主动自检清查，报予警政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相关单位来侦办，因会继续以袂冤枉嘛袂放过，铁查到底的精神，阻止风纪弊端。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防逼讲，一个做舞台灯光甲音响的厂商有提10万块，要去乌西负责当晚节活动的情权。另外，民政处办理元旦升旗典礼和其他活动，也互查到这舞台灯光的小目有灌水情形。厂商和县府人员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廉政署人员19早起行入宜兰县政府执行搜查，要查县政府民政处甲文化局有活动承办人员涉嫌假报销目，甚至有灯光舞台厂商对公务人员诬陷。那本案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赖姓承办人及张姓厂商，他们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那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还有首犯最轻本行为5年以上之重罪，向法院来申请羁押。有一则事实是他，我们被告公务员这个部分拿了10万块，检察官的申请事实里面记载是这样。那另外其他的金额其实都不高，都只有几万块而已。这是宜兰县长林祖苗牵涉到土地贪渎案了后，县政府搁再因为贪渎案互人搜查，检验查出办理舞台灯光甲音响现场的厂商涉嫌诬陷县政府文化局负责当晚节活动线内约雇人员10万块。县政府民政处办理元旦升旗典礼也甲建军活动，嘛互人查出舞台甲灯光有假报销的问题，甚至诈领公款。囝嘛外口10年会安尼个算？哎，就烦恼。昨暝规暝拢未困。县内约雇人员的爸爸到电法院关心囡仔案情，不过专案现场的厂商、县内约雇人员拢互法院依照违反贪污等罪嫌裁定羁押禁见。其他迄个时阵担任民政处县区的约雇人员、县里面人员、县院的科长，也甲县带县里面厂商，拢互地检署入令3万至10万不等交保候团。宜兰县政府乡镇公所一直出现贪渎案件，最近廉政形象受到严重打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愈晚结婚就愈晚生囝，根据着上届新的统计，即国内民众平均是31.7岁才结婚，创下历史新高，平10年前是加1岁。真侪民众也讲，遐尼晚结婚，拢是为着钱的关系。公鸡小九节刺青婚纱充满幸福气氛，比起较早，即摆人愈来愈晚结婚，因为社会变化也甲教育程度较悬，个人婚育观念改变，初婚年龄嘛愈来愈侪岁。从早期大概30-40年前，18岁到25岁，现在的平均结婚年龄，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大概30到35岁。以前很少看到40岁到50岁一婚的新人。但是现在其实还蛮多的。根据内政部6月上新统计，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是31.7岁，佫创下6年来新高，比10年前增加1岁。其中男性32.6岁，女性30.7岁，6都拢有较晚结婚的趋势。其中上明显就是台北平均33.2岁才结婚，是全台湾上晚结婚的城市。晚结婚的原因真侪，大部分的民众是讲经济因素是一大考虑。金钱方面吧。因为现在花费很多，然后养小孩也是花费越来越高。经济状况跟物价、房价，对我个人会觉得没有一定的基础不敢结婚。我身边朋友好像都还没结婚呢。现在不是人都越来越晚了吗？你可能不结婚吧，一个人自由自在啊。通市虽然是上少年的直辖市，不过嘛是有晚结婚晚生的趋势。目前甲新竹市是全国2个补助冷冻2个县市。
112年截至7月17日，总共有68人申请，其中以36岁到40岁为多数，总共有45人申请。卫生局表示，领导2个营养金补助的对象是涉及伫同期30至40岁女性。第一年会当申请补助营养金1万块，第2年甲第3年会当分别申请保存金各6000块，相关补助金额是22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中华田中妇女馆邀请专家来到社区内含这个时段做伙来讨论到生死抑个祭拜议题。会当安尼做，对，所以恁感觉这个会当改无？爱改无？古早人讲，红家桌顶无咧菜古婆，毋过即阵时代已经改变。用桌仔椅和社区时代，哪算哪讨论过去的丧葬礼仪，敢有需要改变呢？讲这个芳斗的代志，芳斗本来拢是查甫的咧芳，即马爱改。查某囝无嫁啊，对无？安尼以后就爱家己一个伫外口，啊，无法度甲家属的做伙，啊，即款是足无公平。这是中华田中妇女馆举办的改变传统习俗的讲座活动。透过讲师的说明，为靠路头、夜下汤、红顶一寡礼俗来讨论，那已经无符合时代的需求，就应该来调整。即卖重点毋是讲以前无好，是时代的改变，咱就爱来接受医疗科技生命观念拢有改变，所以我感觉方法了着，搁借助桌游，我感觉长辈是会使接受呢。讲师嘛表示，推广的过程上接拄到长辈讲，新礼无说，旧礼无灭，大家会行无对传统行，会互人讲用话。透过游戏同齐分享经验，互长辈会当用无同的立场来思考，做伙讨论传统习俗要安怎调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人生活形态伫咧改变，对10岁到40外岁，拢有可能会生这个条仔子。皮肤科医生也讲，这生条仔子无奇怪，上介重要就是唔通乱夹挤，去找医生处理上妥当。今年34岁的苏先生真有自信，徛伫咧台顶参主持人讲话。但是苏先生以前捌因为满面条仔子真无自信，伫电头门店做工课的时，搁互人歧视。有一些客人就会有一点疑惑，就是会觉得，你的外表怎么会比较没有说服力啦。台湾条仔子甲玫瑰班协会表示，过去的观念认为青少年才搞发条仔子，但是现代人则是西化，生活形态也改变，发条仔子的年龄层也变快。从以前大概13、14岁，提前到现在大概10岁左右就开始会发生，到了20、30岁，甚至到更年期之前呢，都还是可能会长痘痘。皮肤科医师表示，治疗条仔子重点是要量早接受治疗，而且疗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病患要有耐心也是重点，而且唔通相信民间偏方。其实各式各样的偏方都有，擦牙膏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后有些是比较刺激性的精油，很多粉刺它是在很深层的地方，那你擦 A 酸可以加速它代谢出来的时间，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甚至要1个月或2个月之后。医师表示，使用偏方除了无法度有效治疗条仔子以外，佫可能会产生皮肤炎，甚至可能留下疤痕。医师表示，治疗条仔子需要按照个人的状况设计治疗方法，愈早来看医生，治疗效果就愈好。记者郭炳条随台北报道。体育署伫今仔日正式公布杭州亚运的参赛名单，才会选手名单是由这东京奥运提过金牌郭幸顺，也个杨永伟来带头。这回有524名选手去参加32种的运动比赛，目标是要摕10块金牌以上。5个亚锦赛大项比赛，亚当女神郭幸顺游完摕到3铜，回国了后，伫国训中心调整状态，准备9月杭州亚运。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越想要有表现，越不能急，一步一步这样子前进，应该会有不错的结果啦。29岁郭幸顺面对伊家己的第3届亚运，伊要让东京奥运摕牌黄金计划精英选手陈文慧、杨永伟、李志凯。带领524个选手参加32种比赛，奥运新比赛奖励的霹雳舞、厨房运动抗白，台湾民谣介的野球、篮球、骹球、排球这团体球类运动，电竞、围棋这智力运动，拢有选手比赛。举重、羽球、
柔道、跆拳道、射箭桌球等等，还有体操等等，以及包括我们的那个滑轮溜冰竞速的，还有软网等等，都是我们的重点的部分。顶届雅加达亚运摕到17金、19银、31铜，是历届参赛第2好成绩。体育署访问到这届奖牌展望，副署长洪志昌讲：能够朝着能够突破10面金牌的一个目标来努力啦。因为这2、3年里面很难去做一些评估，尤其一些新秀在国际场上的一个历练，很难去做比较精确的一些的评估。体育署讲，向突破10金来打拼。选手按9月15日起分10批去杭州，来回上少是坐豪华经济舱还是商务舱。希望选手全力比赛，进一步来挑战2024巴黎奥运。记者综合报道。甲中华鹿港12楼小接的走马龙，即马传出讲这阿摩托有逼去情形，处主也烦恼讲会去伤害到游客。即马中华县文化局也要组成小组，看敢要甲这走马龙列入去历史的建筑范围无。表面的壁棚一看都是有报过，另外这个花娘嘛出现几下的壁棚，而且都下过鹿港金城巷的顶悬，下骹都是一堆人的楼梯，这嘛互细单的厝主烦恼讲，有可能因为安尼会发生意外。你又不认定它是有用的历史建筑，你们又不承认它是古迹，那我自己留着找麻烦干什么？对不对？那我就配合有办法的单位说，那就干脆拆掉啊。细单的厝主讲，家己就住伫12楼的后栋，和正栋之间有一个跑马楼相接，但是用红毛土去补已经是真侪年前的代志。今年5月已经立落去一摆，即马佫发现讲有其他的花娘已经用伤久逼去。公所讲，目前敢若会当加强提醒游客爱注意。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包括设置那些三角锥警示带。中华县文化局讲，12楼是早期文人雅士伫遮联络感情的所在。整栋的2栋私有建物，伫2001年是红列作历史建筑，2009年发包征收，去年5月完工。但是后壁因为产权伤复杂，包括跑马龙在内，无法放入去历史建物的范围。因为目前佫是私人的产权，所有权人应该负责修复。他自己的部分的损坏，他是不是需要公部门去维护？这个其实上，基本上它是依照建筑法来看的。可是如果针对跑马楼具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是不是应该扩大登录范围到11楼里面？这个是依照文化资产法的程序来处理的。中华县文化局讲，会和专家组成审议小组，确认12楼和跑马龙的关联，和文主价值讨论敢要纳入12楼的历史建物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过路人的权益，咱是愈来愈重视。这台南市为着要做一个设计，说甲这个奥多摆台专区画甲真设计，甚至有的所在是画伫咧路中，对民众反映讲，安尼看起来是真危险。台南市检讨过路设计，新设过路专用灯号画过路线，无想到讲煞颠倒去刻着机车台专区的架啊，架甲画甲细细架，民众拢感觉真奇怪。这个是还好啊，你也听他手也听到几台，就感觉很奇怪，听也听不进去。对。这个台专区就画伫咧国华街甲中正路口，画甲连一只机车都停袂落去。原来是厂商咧画时，敢若照点仔加落去画，无甲画甲庄仔落去。相关单位赶紧搁派人来停过，毋过有其他较大条的路口，嘛因为画过路线，赶快去刻着机车的台专区。可能施工厂商他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他针对地形的方式、地面的方式他有所误判所以他本身那个待转区隔，它是画在国有路的部分事实上这部分我们已经有开工，请他做修正，再往后做延伸。台南科工区进前嘛出现超大架机车台专区，一届会当停80只车单红灯。交通局解说，台专区是参考路的跨度来画，只有拍算伫年底进前完成100基的过路专用灯号，佮定位过路线。不过市内车路本地就真矮，路口空间有限，若佮画2条过路线，恐惊就无空间来踩这的车红灯。市有强调，改善过路政策不变，为台专区嘛拢有经过详细考虑。若要试办取消台专区的路段，目前也搁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家己布地的好比例对2015年开始推设沙埔的服务工课，经过9年外拍拼，在海岸线到岸边的长度对本地150公尺修长到400公尺以上，在沙埔的面积也增加25公顷。在地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资源，让这块沙埔变更较好。嘉义县布地好美里是一个小型的渔船，进前沙埔流失真严重。9当前开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就利用废弃的乌坪构沙培养沙埔，已经成功让海坪的面积增加25公顷。用废弃的科棚架竹篱挡沙之后就种树嘛，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呢种了10700棵的木麻黄、水黄皮、白水木、黄锦，还有椰子树。我们把人为垃圾把它清走，然后希望把这些有用的这个科棚留给社区来合作，变成是他们今年度可能每年9月、10月在做固沙的时候呢，来去做一些使用。社区发展协会讲，以前考老的时阵，沙会陪你摆社区，海涨的时阵，海水嘛会引入来，才开始积极做海边保育的工程。这个上较严重，就是背落阮的鱼骨仔来，鱼骨仔来，阮是种迄个放迄个蚊壳嘛吼。所以背起来，背到到地拢1、2尺，半米以上啊，迄蚊壳拢吞。退潮的时候，从原本的离岸边，我们的这个河体海堤150公尺，现在往外推了大概300到350公尺，也就是我们现在退潮的时候，我们的海岸线从150变成到400、450。县政府表示，会阁投入资源协助民间团体，继续改善布地好美里的海坪，恢复原来的风景，嘛希望讲，互地方有条件来推广观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印度的苏拉特是全世界上界大，甲这全球挖光的中心。即马搁在取代美国的五角大楼，成做全球上界大的办公建筑群。整体建筑群呢是超过700万平方英尺，9栋15楼高的塔楼呢有4700个办公空间。在1月启用了后，会当互达办5000多人来遮上班。印度西部的古加达特省，这个开3亿8800万美金4年的时间，起的苏拉特全球交易所是取代美国五角大厦，变作全球上新的上大型办公建筑。这个超大型的建案是透过国际竞标决定，是印度本土的形态发生建筑事务所得标的。因是用泉州做设计的灵感，规超过710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群，9栋15层楼的塔楼组成，就敢若泉州的侧面，一站搁一站，内部总共有4700个办公的空间，敢若电梯的数量就有131台遮侪。内面会当食物件、买物件、练金马含开花，什么设施拢有。未来内面会当得65000多个人。सप्लाई चेन मैनेजमेंट एक स्ट्रॉन्ग सप्लाई चेन मैनेजमेंट यहाँ से होती है कि एक ही कैंपस एक ही सिटी के अंदर जहाँ पे कट पॉलिश भी हो रहा है यहाँ पे ट्रेडिंग भी हो रहा है तो ये बहुत और जैसे दो चीजें बहुत अहम मानी जाती है कि एक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और दूसरा पॉलिसी तो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हम लोगों ने ये वर्ल्ड क्लास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यहाँ पे क्रिएट किया है और दूसरा चीज के जब 4500से ज्यादा ऑफिसेस यहाँ पे स्टार्ट होगी तो इंडस्ट्री के लिए एक वॉइस बनेगा। 苏拉特是全球上大的泉州抛光中心，这个这么大型的泉州交易所启用了后，会甲泉州产业每一个阶段全部拢整合作一条龙，对鉴定、测挂、抛光到贸易，这业者伫咧一栋大楼内面都会当找到，唔免亲像较早同款，几啊千人逐工拢开3点半钟到4点钟的时间，坐火车去明码做生意，遮尔麻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巴西伫咧4年前因为乱用农药，致使5亿只蜂农死去。今年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着农民非法使用有普芬尼的这个杀虫剂，害上亿只的蜂农死去，那造成蜂农的损失。这采收过子也无蜂去浪费，生产减少。上界严重的就是影响到生态环境。看到中毒死去规土盖蜂，蜂农要靠无目屎，互农药污染的蜜甲蜂仔箱嘛拢爱全部销毁，损失搁较无法度估计，蜂农规个心血拢了了去。Nós não fechou ainda as contas quanto de prejuízo. Eu sei que para nós retomar a atividade vai muito tempo. Talvez uns 5 anos para ter o que nós tinha já programado. 影响最大的是伫巴西西部马托格罗索州的蜂农，因指控当地农民
违法喷芬普尼杀虫剂，地数至少600个芳寿污染，造成上1只芳死去。有关当局当地展开调查，发现确实有真侪项违规。O produto não tem registro de aplicação aérea. A receita agronômica que foi apresentada para nós era para aplicação na cultura da soja e também não era para aplicação na propriedade que a gente constatou a irregularidade. 巴西政府为了提高农产量，允准农民有条件使用芬普尼这种长效型杀虫剂，这对控制害虫的效果是真明显。不过，却会对负担授粉任务的蜂会死去。所以，从2019年，巴西就捌发现51只蜂因为芬普尼中毒死亡的事件。无想到今年类似的惨剧搁再发生。Nós estamos tratando de polinizadores, né, que faz papel primordial diretamente aí para a nossa alimentação, para a nossa sustentação aqui na nossa vida. 目前有关当局已经对违法农民处罚，不过专家是烦恼这侪蜂因为杀虫剂死亡，会使你蔬果产能甲生态体系面临严重的冲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